14号下晡特别伫市议会小型会室，由议员创全协同国际西组会三百低湾区的总监张兆荣，搁有黄南海博士，搁有爱乐视障合唱团的团员。现场议员特别感谢国际西组会甲黄南海博士来举办这样赞的音乐表演，提供给市民朋友来欣赏。我也用一个例子哈，美国盲人教育家海伦·凯勒1925年，他在狮子会的演讲中呼吁狮子会是对抗黑暗之君的盲人骑士。他著名的文章Three Days to See， 假如给我3日光明他有提到一个故事，他问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朋友从林间走出来，他都问他的那个明眼人好的这个朋友，那问他说你从林间走出来，你看到的什么？但是他说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是所以他觉得说很惊讶对一般正常有好的视力的人，他对身边周遭的事物是什么都没看到，没有感觉，但是对盲眼人来讲，他透过他的感受，他可以看到很多事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用盲眼人的一个朋友的立场假设我们是的话，那我们来看这个世界，那即便是给我们3天的光明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我们更应该要珍惜，然后更应该为这个世界多做一些事情记者会现场特别邀请到爱乐视障合唱团，用因好听的歌声来替这礼拜甲拜六的表演提前暖身。欢迎伫16号甲17号有闲的市民朋友，会当做伙来到台港文化中心，来享受充满历史故事的音乐剧，搁有由合唱团为大家所带来的精彩唱歌的表演。第一场就是狮子会300号 I 区在张兆荣医师他这个总监的领导之下呢，才让我们爱乐视障合唱团有这么一个非常荣耀的机会展现出视障团的无限潜能。上帝造人绝对是公平的人有5觉，失去了1觉呢，上帝一定会给你准备后门。所以呢，在听觉上面呢，特别会灵敏，视觉看不到听觉会特别灵敏。所以呢，他们对声音就是等于他们的生命声音就决定他们的安危。所以呢，这个跟视障合唱团的团员在一起，我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优点，是我们正常人没办法去体会到的。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